首期5萬幾蚊，月供連4000蚊都唔使啊！歡迎大家嚟到我嘅 channel，係我啊 Penny。今日咧帶大家嚟中山坦洲呢一個樓盤。最近聽聞咧好多香港藝人咧都買咗呢個樓盤喎，點解咧？我而家就帶你去睇下啦。而家先帶你睇下1044尺3房2廳2廁嘅單位，可以一邊睇下呢個單位，一邊聽下周邊有啲咩配套。呢一個屋苑係坦洲其中一個最大嘅屋苑，亦係最近珠海同港珠澳大橋嘅屋苑之一。呢一度嘅總戶數有成5000幾伙，大部分都係現樓發售。今次主要講返交通同埋附近嘅配套。咁喺交通方面，4分鐘就可以去到珠海，20分鐘去到港珠澳大橋，80分鐘就可以返到香港啦。距離咁近，怪唔之得咁多人都搞錯呢一度係珠海啦。同珠海亦都只係相差幾分鐘嘅路程，就平過珠海成一半嘅價錢。咁我都終於明白點解咁多香港人同澳門人都係買咗呢一個樓盤。仲有啊，屋苑係有直通巴返到香港㗎，對於香港人嚟講係非常方便。首期都係講緊5萬蚊起，月供唔使4000蚊，真係平過喺香港租車位啊！而商場配套由呢一個屋苑出發，大概5至10分鐘就可以到珠海最大嘅商場華發商都、印象城、珠海沙務、富華里，都係香港人放假上珠海休閒嘅商場。咁屋苑附近仲有成熟嘅街市、超市、生活配套，起居飲食真係非常方便㗎。另外，留意開坦洲盤嘅朋友仔，應該都知道坦洲市將會全面升級為中山唯一一個小城市嘅試點，市容同生活配套一定會全面升級。咁下一集就會就住中山坦洲呢一個話題分享更加多嘅內容。等等，如果大家想聽嘅話，可以喺留言區打上聽，咁就優先分享。拜拜，下一集見。